兰的情势紧张，外交部长吴钊燮讲，会来设立到救助灾民的口罩小户，要开放予大家来捐钱。台湾的医疗物资嘛已经伫咧昨暝运出去，要送到乌克兰。另外，这个乌克兰、乌克兰伫咧台湾的民众，若是签证到期，但是因为战争无法度转去乌克兰者，外交部来承诺，讲一定会帮忙到底。内政部嘛讲，乌克兰伫咧台湾的侨民，这个签证会当无限期来延长。Stop Russian invasion! 莫斯科驻台北代表处大楼的门口有几十位支持乌克兰的朋友，手举要求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未孤单的牌仔，甚至有敲洗普丁的图样。台湾即马嘛讲，伫台湾的乌克兰人签证若到期，会使延长无限制几摆。的签证到期了，希望能够在台湾待久一点的话，我们外交部一定是帮到底的。纵然他已经整个到期了，那应该回去了有困难，那只要他在这边提出申请，我们都会允许让他来延长，而且没有次数的限制。伫台湾的乌克兰人即马嘛讲，乌克兰需要物资。It's our future. It's our freedom. Support our medical help. Support us with medicine. It's so important. We accept everything. 台湾的物资伫昨暗时嘛已经出动，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材，总共27吨。是华航自通机场载往德国的法兰克福，才经过适合的路线交予乌克兰。社员团体嘛希望台湾赶紧通过难民法。台湾现在其实还没有难民法，而我们没有任何的难民庇护程序。再次的呼吁台湾政府，请尽快的来立法。俄罗斯第24号对乌克兰展开军事入侵行动，已经造成超过30万位乌克兰难民离开国家。联合国估算有700万位乌克兰人无所在住。伫台湾短时间内嘛已经收到谴责俄罗斯的联署，坚持和乌克兰人徛做伙。声明书嘛已经交予莫斯科驻台北代表处，强调联署会一直维持到公营是属于乌克兰人的时阵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